律師信注明地段為125及1232。以下是陳鑑清律師行律師簽名。第一二被告提供的答辯租約的實體。租約上，甲方為楊澤雄授權黃德信，乙方為福喜停車場，地段125及1232。修改錯字旁有黃德信第二個簽名及福喜停車場第二蓋章，並沒有黃志孝的簽名。下邊甲方簽名，黃德信簽名，乙方簽名，福喜停車場第一蓋章及第一被告黃志孝簽名。見證人楊滿貴村長簽名。日期是在1998年8月1號訂立。這份租約實體是朱仲華律師在2001年11月9號傳真給本人，傳真號碼是115，內有5份文件。請清楚看見租約上有2個福喜停車場印章。上述律師信及答辯租約足以證明朱仲華於2002年9月16號的中文解釋信第4段也沒有在答辯書上附上任何租約是講大話的，並指責依照投訴人的思路，投訴人已將事實變為故事，並在第7段表示投訴人忘記了那被稱為福喜停車場租約影印本是他本人欲加入福喜停車場作人時拿出來與他討論的。這份解釋信是致給香港律師會專業操守組有關黃許律師行朱仲華律師修改他較早前於2002年9月16號公辭，香港律師會在第2次裁決未有披露此英文信。本人於2003年5月9日
先取得有關朱仲華在2003年3月17日更改口供的英文律師信。以下是2003年3月17號朱仲華的英文解釋信。第2頁、第3頁、第4頁，更改有關2002年9月16號的信件解釋，更改為是本行從第一、二被告律師行索取及傳真給他，而他欲加入福喜停車場作被告時，拿出來與本人討論的。更改口供的文件，本人在香港律師會第二次裁決是並不知情的。以下是歪曲被告答辯租用人是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涉及土地為1235及1234地段，在 DD122 約。根據被告提供律師信，註明是125並不是1232地段。以上租約是朱仲華歪曲出來的，並在信中指那被稱為福喜租約的存在物是原告的。在英文信中，朱仲華並沒有承認承租人是福喜停車場的租約，他歪曲租約的承租人為第一被告人。